閃爍着霓虹燈的電子青花車，上面坐着統一獅吉祥物萊恩與應援團團長達平。獅王出巡，象徵統一獅正式駐駕亞太。從台南市立棒球場前往亞太棒球場的途中，被焦培靜威盛體育用品店攔截，特別比照府城廟會的迎王儀式接駕。因為剛好自己也有宮廟啊，就突發那一個靈感，有沒有？順便給他亂搞一下，這樣剛好看能不能接一下那個地氣這樣。門口還擺設香案桌，坐鎮的是超過20年歷史的統一獅冠軍紀念球，貢品就是大小不一的手套和棒球，還將球棒改裝成廟會常見的釘棍，紅綢上寫着統一制霸的字樣，每個小細節都不馬虎。這些東西有一些是因為它本身在地的品牌嘛，那統一獅也偶爾會叫他們做一些相關的產品，那當然有做的話，我們在這個機會就把它擺出來，讓大家看一下。店家表示，統一獅是台南在地球隊經營，大家常年都是支持者，希望借由這種熱鬧的氛圍，為球隊帶來好運，也預祝統一獅今年賽季能取得好成績。記者雙懷談的報道。